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出脱，台语安尼写出脱。出席、发达、有成就，台语讲出脱。大家拢学了大伯讲真贤教囝，4个后生2个查囝，是一个比一个搁较有出脱。你千万唔通失志，一届的失败，无代表一世人袂出脱。少年人家己唔拍拼，一天到暗甲人等老爸偌有钱拄偌有钱，无出脱。买食唔讨趁，搁常常咧客食下大碗，恐惊一世人袂出脱。出脱的脱解脱，佛教所讲的解脱，简单讲，就是生命个体会当来脱离掉世间的生死轮回。所以佛教讲，人都爱学佛，他来脱离掉轮回之苦。脱线，台语教定讲，脱线是咧形容人个性散漫，做事不积极，就亲像是衣服的缝线脱落。阿母讲，伊最近脱线，有几若改去菜市仔买菜，拢袂记哩炸钱。脱衣舞，台湾跳脱衣舞表演的5、6条所，俗称牛肉场。脱有一个音，第4条脱车。也则是第8条脱轮，伊无细字跋一倒，肩胛头脱轮，伊常常咧脱车，互人真袂放心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出脱，实在真趣味。